人體內血液容量大約有5公升或者9品脱，一品脱 pint 係大概568毫升，佔體重10%。對於一個健康嘅成年人嚟講，失血唔超過10%嘅全身血量係冇嚴重嘅影響。失血性休克 （hemorrhagic shock） 係指大量失血導致循環衰竭嘅狀態，進而引致周邊器官血液灌流同埋氧合不足，對生命造成威脅。根據失血量對身體嘅影響，失血性休克通常被分為4個級別。第一級，輕度休克，流失少於15%嘅全身血量，冇明顯症狀，可能感到有啲疲倦或者頭暈。第二級，中度休克，流失介乎於全身血量15%至30%，可引致到全身性嘅血管收縮嚟維持血壓。第三級，重度休克，流失介於全身血量嘅30%至45%，血壓明顯下降，稱為低血壓 hypotension， 呼吸困難，明顯會飆冷汗，皮膚蒼白冰冷，可能會出現紊亂。第四級，重度休克，流失全身血量45%，會引致多重器官衰竭及嚴重嘅代謝乳酸中毒。喺正常情況之下，小血管受損後引起嘅出血喺幾分鐘之內就會自行停止。呢種現象稱之為生理性止血 （hemostasis）。止血 （hemostasis） 字根 hem 係指血液，而 status 係指停止咁解。每當血管被切斷或者破裂嘅時候，體內會立即啟動初級止血 （primary hemostasis）。初級止血包括咗血管收縮 （vascular constriction） 同埋血管栓塞 （platelet plug），之後會觸發次級止血 （secondary hemostasis）， 即係血液凝固 （blood coagulation）。凝血因子 （clotting factors） 活化之後會形成網狀嘅凝血纖維蛋白 （fibrin）， 包住血小板，形成穩固嘅血栓，完成止血。最後當傷口愈合嘅時候，纖維蛋白就溶解，防止血栓堵塞血管。血管收縮係當血管被切開或者破裂之後，血管壁平滑肌收縮，引致血管痙攣 （vascular spasm）， 咁樣就會立即減少破裂血管嘅血流量。血管嘅損傷越嚴重，血管痙攣嘅程度就越大。血管痙攣可持續幾分鐘甚至乎幾個鐘頭。趁呢段時間就會發生血小板栓塞同埋血液凝固。血小板 platelets 亦稱為凝血小板 thrombocytes， 係一種血細胞，主要負責參與血液凝固同埋血管修復。血小板由骨髓中嘅巨核細胞 megakaryocytes 分裂而脫落嚟嘅包質小塊，並冇細胞核。血液中嘅血小板正常濃度為每微升15萬至30萬粒左右，佢哋平均壽命大概係7至到10日，之後會俾脾臟同埋肝臟清除。當血管受損嘅時候，血小板會迅速聚集到受損部位，形成血小板栓，封閉傷口。黏附之後，血小板就會被活化，變得更具黏性。佢哋會釋放出二磷酸腺苷 ATP、血清素 serotonin 同埋血栓素 A2、thromboxane A2 等物質，吸引更加多血小板聚集同埋凝血反應。血小板提供凝血因子反應所需嘅表面，促進咗纖維蛋白網絡嘅形成穩定血塊。血小板會釋放出生長因子，有助於受損血管嘅修復同埋重生。血液凝固係一系列複雜嘅生化反應，血液由液態轉變成唔會流動嘅凝膠態，即係血塊 blood clot 嘅過程。而呢個過程有時被描述為聯級 cascade。血液凝固涉及咗活化各種凝血因子 clotting factors。凝血因子係血漿中嘅蛋白質 plasma protein。凝血因子命名法於1954年制定，採用咗羅馬數字系統嚟辨識每種凝血因子。凝血因子依發現順序而編號，而並非依佢功能順序編號嘅。血液凝固係透過兩種基本途徑開始，分別係外源性途徑 extrinsic pathway， 通常由創傷引發；另一種係內源性途徑intrinsic factor， 係由血管壁內部損傷而引發。而呢兩種途徑最終會匯合成共同途徑 common。 血酶 thrombin 會被激活，將纖維蛋白原 fibrinogens 轉化為纖維蛋白 fibrin。
纖維蛋白形成網絡結構，將血小板同埋紅血球捕捉在內，形成穩定嘅血凝塊。外源性途徑係血液凝固較短嘅途徑。當血管外組織受損嘅時候，組織因子 tissue factor 暴露並同凝血因子7 proconvertin 結合，形成活化嘅 TF7 複合物 7A。凝血因子 7A 繼續活化凝血因子10 Stewart power factor， 並形成凝血因子 10A。 呢個係外部途徑同內部途徑合而為一嘅點。相對於外源性途徑，內源性途徑係血液凝固嘅較長路徑。佢始於凝血因子12 Hagen-Kon factor 嘅激活，並暴露於內皮膠原蛋白之後，變成凝血因子 12A。 只有當血管內皮損傷嘅時候，內皮膠原蛋白先會暴露出嚟。凝血因子 12A 充當催化劑，將凝血因子9 Rosenthal factor 活化成因子 11A， 然後凝血因子 11A 繼續活化凝血因子9 Christmas factor， 產生咗凝血因子 9A， 而最後凝血因子 9A 繼續作為凝血因子10轉化為凝血因子 10A。 外源性同內源性途徑匯合喺共同途徑。共同途徑係一連串複雜嘅生化反應。簡單嚟講，凝血因子 factor 10A 經 5A 酸性磷脂同埋鈣離子作用，將凝血酶原 prothrombin 變成咗凝血酶 thrombin， 而凝血酶再將纖維蛋白原 fibrinogen 變成咗纖維蛋白 fibrin， 加強聚集喺內皮細胞受傷處嘅血小板。凝血酶亦都能夠增進咗凝血因子13 fibrin stabilizing factor 嘅作用，以及將個別嘅纖維蛋白分子聯合並穩定纖維蛋白。凝血酶能夠直接促進血小板嘅聚集同釋放一啲介質，形成血塊，完成凝固作用。為咗防止過度凝固導致大面積血栓形成 thrombosis， 凝血酶可以透過活化纖溶酶原 plasminogen 為纖溶酶 plasmin， 並刺激抗凝血酶 antithrombin 嘅產生而起到負回饋 negative feedback 嘅作用。纖溶酶直接將纖維蛋白網 fibrin mesh 分解，而抗凝血酶減少咗凝血酶原產生凝血酶，並減少活化嘅凝血因子10嘅量。